2026年4月16日每日靈修，親近愛我們、寶貝我們的主。522有價值的你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上帝的子民。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彼得前書2章9節。小故事：一位演講家在台上手裏高舉一張50元的美鈔，問會眾說：誰要他的請舉手。一隻隻的手都舉起來了。接着他把這錢揉成一團，又問：誰要他的請舉手。還是有許多人舉手。然後他把鈔票扔在地上，狠狠地踩了幾腳，然後撿起這又髒又皺的錢，還是問：現在還有誰要嗎？可是依然有許多人舉手。演講家說：朋友們，無論我如何對待這張鈔票，你們還是想要它，因為它並沒有因此貶值，依舊值$50。默想：雖然人生有無數次被逆境擊倒，但無論發生了什麼，在上帝眼中你永遠不會喪失價值，你都是無價之寶。不要放棄自己的生命價值和尊嚴，相信上帝的美意。他愛你到底。禱告：愛我們的天父上帝，感謝你愛我們，雖然我們並不完美，因為我們經常違背你的旨意，偏行己路。我們在遇到試探和災難時，信心不夠堅定而受打擊，但是你沒有嫌棄我們，反而伸手扶持我們，看我們為至寶，把我們引進你的國度。感謝你始終看重我們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